感谢有希望，咱继续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昨个表示讲，要来针对汽车半导体晶片佮药品，要扣25%的关税，上计4月初2要实施。川普嘛表示讲，一寡全球的大企业拢已经向伊表示讲，要转去美国投资咯。针对汽车的关税，因为咱台湾无汽车出口到美国，所以是无影响。也毋过，若是汽车的零件嘛要扣关税，这影响就真大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推动关税新的政策，除了进前针对中国加扣关税，第二日宣布钢铁、阿鲁米制品嘛扣关税。18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甲总统备忘录的时阵表示，按算汽车、半導體晶片甲藥品嘛扣25%的关税。Yeah, I probably will tell you that on April 2nd. But it'll b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25%. 川普表示，汽车关税税率会是25%，也那半导体晶片甲药品关税税率嘛是25%左右，或者是更较悬，而且是一年来大幅度加悬。就算川普讲汽车甲晶片等等的关税会伫4月初2实施，不过嘛会予业者时间，互因来美国投资。川普讲，只要企业去美国建厂或者是设厂，都袂有关税。Been contacted by some of the bigge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nd because of what we're doing economically and through tariffs and taxes and incentives, they want to come back into the United States. 国内专家分析，针对川普汽车的关税，目前咱国内并无外销汽车去美国，不过川普汽车的关税嘛，包括汽车相关的零件，对台湾厂的冲击是真大。如果说这个东西以后也要到美国去，那就牵动到厂商要在台湾跟美国去做产能的配置。那同样的车灯的厂商、保险杆的厂商。板件的这些厂商也都会受到影响。如果说今天让你扣25% 的关税，我还是有利可图的话，厂商基本上不会想要做太多动作。专家分析，台湾厂若去美国设厂，都要考虑产业自主、工课场的文化、劳工的差别等等。虽然川普透过关税把生产诱转去美国，不过嘛可能会致使美国的物价加悬，民众的薪水若袂着通货膨胀，等都会对美国的经济不利。公司新闻台北报道。